家試一個就係類似輕自在拉腳步，好似而家我咁樣。但係有啲比較繃緊啦、腳部啦、四頭肌啦，咁佢會變咗好痛，係坐唔到落去嘅。咁我哋就坐磚啦，將再緊啲嘅，將2個磚頭咁高，左右兩邊分開，腳部盡量放地下，用個坐骨坐，坐咗上去之後，唔好寒背，唔好縮膊，唔好傾後或者傾前，我哋係要坐直佢，膊頭沉低，放鬆，下巴內收，你淨係專注呼吸，吸氣漲肚，呼氣放鬆。腳背好痛嘅同學咧，呢度即係好緊啊，呢度會痛啦，四頭肌又會痛啦，膝頭亦都有扯住。咁呢一個係最初學者，如果你覺得我接受到位啲嘅，就咁樣啦，將2個磚平排啦，即係矮啲啦，一樣咁做法啫。嗱，矮咗，咁你會拉伸多咗，咁會覺得伸展可能比較痛少少，就睇你個程度去到邊啦。拉個腳背啦、四頭肌啦、膝頭啦，坐翻直，一樣啦，專注呼吸。你大約坐1分鐘啦，每一次，或者你坐唔到1分鐘，坐幾10秒啦，然後再重複。過程咧，你會覺得係有拉住嘅，而且咧嗰個有麻痹嘅，坐得耐正常㗎，因為我哋啲淋巴咧，一陣間咧你暢通翻，就會將啲血管啊、啲關節入邊一啲廢物啊，就會沖走㗎啦。好啦，呢個係其中第2個方法。係啦，仲有一個方法，如果你真係咧連磚你都接受唔到嘅咧，就將個脊捲起佢。好啦，捲起張脊之後，你將個腳背放上去，用你個身體重量坐翻落去。其實用你身體嘅重量啫。咁你佔住咧遠少少咧，你就會冇咁痛㗎啦。試下邊個方法啱你啦。到最後你進步咗啦，冇咁緊啊，咁咧就可以完全係日本坐姿。我哋呢度叫 heel pose， 日本坐就幫你咧拉鬆個腳部，因為我哋冇嘅個手部都係咁樣啦，行啦、企啦、跑步啦，甚至乎。所以你而家調翻轉去拉伸佢啦。如果我哋再遲啲嘅咧，可以進階到咧，就係坐喺地下度噃。嗱，可能覺得太快，但係你一定要做翻你自己嘅基礎最初先，唔可以慢慢嚟。當你鬆咗啦，你就可以坐落去地下㗎啦，比較再深層啲。